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1月28號。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第7篇，以斯帖記第8章第3節到17節，啟示錄19章第1節到第9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榮耀上帝。昨咱有講到這個為着義這個主題就是講咱基督徒的生命應當愛為着追求上帝的義來存在，因為上帝是因為伊的名來引帶咱行義的路。佇這個互提摩太的這個批信中間，保羅嘛提到着講，伊為着福音的緣故受着逼迫，攏是為着上帝的義，攏是為着得到基督的賞以及基督的榮光。基督徒要得到基督的榮光，必須愛先會曉榮耀上帝，然後才會當甲上帝同得到榮光。昨咱講到着以斯帖進入着皇宮，並毋是為着要得到國人的榮華富貴。當然，咱知影對一般的女子進入去王宮，誠做強禮，然後被王所競選，誠做王后，會通講是生活安尼一暝來改變中文講叫做平步青雲啦伊生命得到真大的轉變，無毋對。但是咱若對整個的這個以斯帖記的記載來看，咱知影以斯帖甲末底改的心意絕對毋是要為着榮耀家己，乃是要為着榮耀上帝。透過以斯帖誠做王后，透過王對伊的介意，透過因對上帝的聽，對以色列同胞的聽，來拯救全以色列民族，會通得到頭棒。咱對以斯帖記第8章第3節到17節，講到整個拯救這個行動的結果。後來以斯帖去見王，拍佇伊的腳前，流目屎求王阻止亞甲族的哈曼謀害猶太人的計劃。王以斯帖伸手伸出伊的金管，以斯帖就站起來對王講：王若看做好，我若得到王的恩惠；王若看這個代志妥當，我若得到王的歡喜。懇求王落詔書，撤銷前亞甲族哈米代他的囝哈曼的計謀，要消滅王獨省的猶太人的詔書。我若會忍心看家己的同胞受陷害，哪會忍心看家己的種族受消滅？亞哈隨魯王就對王后以斯帖甲猶太人末底改講：因為哈曼殺害猶太人，我已經將伊的家產賞賜予以斯帖，人嘛將哈曼吊佇柴架頂。恁通用王的名，照恁看做妥當的寫詔書予猶太人，用王的手指刻印，所有用王的名寫，佮用王的手指刻印的詔書，無人會當取消。3月就是西元月23號，王會使記照末底改的指示，寫詔書予猶太人，嘛送批予對印度到古實，共127省的總督、省長甲人臣，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語言來寫，寄予猶太人的嘛照因的文字甲語言寫。末底改用亞哈隨魯王的名義寫詔書，用王的手指刻印，將迄個詔書交予送文書的
听风甲快马送到逐所在。伫吊书的内面，王允准逐个城犹太人组织来保护因家己的性命。逐省逐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通反击杀害消灭遐个人，嘛通杀死因的囡仔甲妇人人，用抢因的财产。伫阿哈随罗王的特省犹太人伫12月，就是阿达月13日，迄日会当安尼做。吊书的草本正做法令，对特省逐族颁布，通互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对因的对敌报仇。迄个送文书的皇王的命令，赶紧骑风甲快马出去。这个吊书嘛，伫苏珊城颁布，无伫改穿那色白色的条服，顶大顶的金冠冕，穿紫色的有地布的外衫，对王的面前出来。苏珊城充满欢喜快乐的声。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光明欢喜快乐尊贵的日。王的吊书甲命令送到伫逐省逐城，犹太人欢喜快乐办桌庆祝，定迄日做节日。逐日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就改装做犹太人。这真正是危机的时阵，拯救以色列的大行动。莫迪改得到国王的应允，受命发出通知，解除对以色列人灭绝的行动。会通讲是上帝即时的救恩，不但以色列人全数得救，这巴比伦的人也拢来归化作犹太人，也是讲伫巴比伦统治中间，非犹太人拢想要归化做犹太人。这不但是伫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形，就是近代政治历史来看嘛，非常罕得看见。一般大量归化的人口拢出现伫一个强过有力的极权统治的下骹。受统治者为了生活、政治甚至经济上会当改善，真侪人拢会选择归化。亲像早期台湾平埔族拢去用庶名、汉名，近代原住民互强迫取得汉人的名，后来伫民进党执政了后，才得到正名的机会。但是阿哈随罗王统治的巴比伦国度，最非犹太人拢选择归化做犹太人，实在是一个神迹，是上帝的荣耀。约翰伫启示录19章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着。后来我听见伫天顶亲像有一大群人大声地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拯救、荣光、权能，拢对咱的上帝来。伊的审判真实公义，因为伊有审判迄个用淫行败坏伫地上人类的大阴谋，有刑罚以留上帝仆人的血的罪。因第二摆话，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声着火烧的演唱权永远袂停。迄24个长老甲迄4个活物拍落去敬拜，坐伫宝座的上帝讲：阿门，哈利路亚。天使伫天顶大声宣告上帝将来的审判，同时将荣耀归乎上帝。因话讲：哈利路亚，称赞上帝。拯救、荣光、权能，拢对咱的上帝来。因为为着将来羊羔的婚宴来归荣光互上帝，
这个羊羔的婚呢，其实所指的是耶稣基督会过来。耶稣基督要亲像新郎来引带来带这个世人，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第10到第4节所讲的。你的心唔通着急不安，着信上帝，嘛着信我。伫我的爸有厝真济房间，我去是要甲恁准备所在。若毋是安尼，我袂甲恁讲这个代志。我去甲恁备办所在了后，会过来带恁去我遐。我伫遐，恁嘛会伫遐。我要去迄条路，恁知。这是值得欢喜庆祝的日子，所有的人拢归荣光上帝。就亲像约翰伫启示录继续提到着的代志。对宝座有啥讲？所有的上帝的仆人，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卑贱尊贵，拢着称赞咱的上帝。我阁听见亲像一大群人的声，亲像真济河流的声，亲像雷大弹的声，讲哈利路亚，称赞上帝，因为咱的主全能的上帝最王啦。咱着欢喜快乐，将荣光归乎伊，因为羊羔婚礼的日到啊，伊的新娘已经准备好势啊。上帝已经互新娘穿幼地布光亮清白的衫，幼地布的衫就是信道义的行为。后来天使甲我讲，你着写起来，受邀请参加羊羔婚宴的人真有福气。天使阁甲我讲，这个是上帝真实的话。诗篇第7篇，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做我的避难所，保护我。求你解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若无因会亲像屎拆离我，佮拆甲嘴糊糊，嘛无人通救我。上主我的上帝啊，我的手若有做毋得，有对朋友用歹无好，还是无缘无故抢夺对着我的人，我若有做这的代志，就出在我的对着入我，搞掠着我，将我的性命打伫涂骹，将我的尊严变做土粉。上主啊，求你起来发出受气，站起来对付我的对着的大受气。求你为着我醒起来，照你的旨意审判。愿万民拢聚集伫你的周围，愿你坐伫宝座伫你因。上主审判万民，上主啊，求你裁判，判我做义，定我无罪。求你互歹人袂阁做歹，互义人徛在，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上帝是我的盾牌，伊拯救心正直的人。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官，伊逐日对不义的人发出受气。人若毋反悔，伊就无换伊的刀，扭开伊的颈，准备好势。伊准备致命的武器，伊写的是火的字。你看，歹人多无邪恶，反因毒害，生出奸诈。伊乌屈国家，互伊真深，竟然跋落家己所设的陷阱。伊的毒害会倒转到家己的头壳，伊的强迫会落伫家己的头壳顶。我要因为上主的公义感谢伊，我要称赞上主至权上帝的名。感谢上帝时常伫阮的困难中间来拯救我。互阮得到主你的救恩，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